你知影无？阮姑娘破病的时阵，逐工拢伫咧思念你。伊写互你遐尼侪诗，你是安怎？连一封你都毋肯甲伊回咧？三公主，你到底是为虾米？安尼我知影，三公主，你一定是变心啊，对无？幼小，你毋通乌白猜。啊若无，你听到阮姑娘破病，是安怎样？你连问都毋肯问一声呢？我毋是无要问，我是毋敢去问啊。毋敢问。三公主，阮姑娘逐工都伫咧思念你，又阁无法度表白，一直拢闷在伊的心肝内，安尼，伊哪袂破病呢？三公主，我遮一封笔是阮姑娘早暗真暗的时阵写的，来，你紧家己看卖一下，我阁要等你回批，摕倒转互阮姑娘看呢。我袂晓再回伊的批咯。是安怎？幼小，我无要骗你，我真惊摕去手笔写，伊所寄互我遐个诗，我一直无勇气起来看。啥的？阮姑娘寄互你遐尼侪诗，你拢无看？幼小，你袂了解我。我若是看到遐个批咧，我惊伊忍不住，会无顾一切去找伊。你自从迄只伫咧东出台，被我的母后发现了后，母后劝我，都爱将笔写过去，甲放互袂记。我已经答应我的母后了。所以你决定要将阮姑娘甲伊放互袂记一世。幼小，劳烦你倒转甲你的小姐讲，我会安尼生做，也是为伊好的。希望伊也都爱听从母后的话，将过去甲伊放互袂记。三公主，讲你变心，你还阁毋承认？今仔日我总算甲你看清楚啊！我已经叫人甲伊补好，你看卖。只要你送来物件有补无补，我同款会顶来啊。丽姐，我真惊讲咱的感情亲像这个如意，还阁有这个热份。
祥，姑娘，佑祥，你有看到子健无？我烧好伊的批，伊有甲我回批无？你还阁想要回批？迄张批吼，伊连看都无愿意看。啥物？我的批伊拢无看。不但是无看，而且你以前写予伊的诗，伊嘛拢总无看。还阁伫咧讲啥物？伊是无勇气通好看啦。伊甲孙若是看了后吼，伊会忍袂住来找你。鬼话，啥物人要相信这个话？而且吼，那我嘛甲伊讲呢，讲姑娘你伫咧破病，伊啊连问都毋肯问哦。讲啥物？伊若知影你破病，伊会更加搁较思念你。姑娘，我看起来吼，三公主伊一定是对你变心啊哦。你哪会知影？这是伊家己甲我讲的啊。伊讲哦，自从当初大迄件代志了后，伊已经答应夫人啊，要甲你放互袂吉日。啊嘛希望讲你会当听夫人的话，甲伊放互袂吉日。抑搁讲呢，我这完全拢是为你好的哦。对，伊完全拢为我好。子健，你的心意我明白。姑娘，三公主伊是毋是变心啊？无，伊无变，伊比以前更较爱我。什么人比以前较爱你？拜二姑爷。免礼免礼。佑祥啊，较紧的，紧去倒一杯茶，互姑爷。啊，是。夫人啊，我听敬明伫咧讲，讲你破病啊。无啦，啊我着早起起来，头壳感觉戆戆，即马加好真济啊。拄则你伫咧讲什么人比以前较爱你？我甲佑祥伫咧讲你啦，是咧讲我？子涵，恭喜你升官。性子才到位，你遮紧就知。佑祥甲我讲的啊，伊讲你训练水军有功，所以皇上才封你五官中郎将。难得难得，难得你也会注意我的代志。子涵，你若安尼讲，无一定是我较多心，我总是感觉讲你对子健比对我较关心。你若要搁安尼讲吼，我才是受气。夫人啊，要当这有啥物通好受气呢？我会安尼想，嘛是表示对你的爱啊。哪有人讲对家己手足同胞伫咧食醋？同胞手足，谁知影讲，伊会晓踮咧暗地伫咧对付我？子涵啊，你讲这什么意思？我虽然是还未掠着证据，但是已经真侪人伫咧讲，人是讲安怎？讲杨修要帮助子健夺我世子的地位啊！哎呀，子涵，这封世子的代志，一来爱看王爷的意思，二来嘛着爱看个人的才华啊甲福气。讲什么暗算佮对付，子健毋是这款人啦。你毋好听人伫咧挑拨。你这么相信子健？是啊，我当然嘛真相信伊啊。唉。
想你配合主见。丽姐，丽姐，你别离开我。开喙也未食，合喙也未食，你心肝内只有一个真密心。真密，就算是互你钱，也无应该这么厉害，将你卖到颠三倒四。对，唔准你侮辱伊。无聊，哼！你唔通以为你迄个真密是甚物了不起的查某，若是要甲伊讲较贴地，只不过是一个嫁过翁的查某。你莫甲我讲遐多，出去！做主见，
以后我的代志，你可莫我出来，管免你来遮伫假情假意。我做主家来关心伫这个所在，也无需要你来甲我关心。生我地中，记下好你，就是伊，众口属黄金，所君性命，问题一定是真要写予伊，我是毋是应该将这个代志揭出？为着主家，主家是我的红婿，也毋过主见要对付我，伊嘛毋帮你说，你若毋听这个话，你是会后悔。既然安尼对待我，我又何必靠着伊什么？我要将这件代志，伊来对主元讲。这种代志，要哪有可能？你太多疑了。要哪会无可能呢？当年你随王爷到北方追及元喜阮上兄弟，主见较亲密着。三弟夫，你，我唔相信有这款代志，你太多心了。大哥，此事关系着伊的一生，嘛关系我的一生，是毋是？这着由在你啊。其他我也无必要加讲，只要你看这，一切你就会当明白。护理你，行令行令你，目录切字你，将口属黄金，四君先别你，两君起我时，独手相可比，上见君色啊，感激心性，两君相可比，夜夜不离。主见较精密，果然伫我去北方破元商之时，都已经上路。可巧我伫迄个时阵，也阁痴心妄想，以为真美的爱我。虽然身在沙场，却每夜冒着酷寒，在殿下写批予。得胜归来的时阵，父亲将一对战国时代的宝物青玉如意、甲红玉如意，分别赐予我甲主家。因为玉如意的顶头有刻水仙，我一时就想到一向爱水仙的真美。去找真美，是要送伊的玉如意。
当时我竟然会无想到。伊即摆伫咧叫什么？好彩是朱环，伊咧叫你咧，伊咧叫你啦。伫咧叫？真讲呢？真讲？其实我并无烦恼我以后的日子。假使啊，我会当做自家的人，安尼我敢毋是免离开这个所在。胡华定酒醉，是为着主见。伊讲伊愿做作家人，也是为着主见讲的。拢怪我自作多情，以为伊会爱我，愿意嫁我。你一定是想过头欢喜去，有情人终成婚配。从今以后，难道无阁有什么遗憾咯？对毋对？哼！前面的人嫁予我，心一直伫咧想主见，我竟然以为伊是伫咧建设，也阁讲什么有情人终成婚配。夫人，为什么迄首诗我袂用咧看？朱环，我毋是讲袂用去看啦，我是讲，咱这亲友拢还袂看过，你敢好意思你家己去先看？哦，这有什么要紧啊？我看了念互因听，毋是共款。来，摕来我看，摕来啦！对，来，看来念互因听。我先看。惊我看主见迄首诗，一定是情诗。主见伊做，伊当然会做，伊是为真密伫咧做。即马甲伊收起来，主见自愿要去情西，是为着要逃避感情的痛苦。亲密，哼哼，伊是来送伊的爱人，这我做比这个戆人。恁是安怎样？是主见甲玉兰冤家，家己一个人闭踮喺这个洞出台，我才令你的家后为我来遮，会劝主见倒转。真密分明是去洞出台，甲主见私会，想袂到母亲的这个偏心，竟然帮助伊来伫咧骗我。狂的去落去，情书放伫咧我的手中。是恁对不住我，不应该怪我无。